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宜家楊師奶。Happy New Year！ 新一年開始，今條片我哋一齊去食蠔啲 Happy Hour 生蠔篇。2年前介紹過1蚊生蠔，最新嘅市價又係幾錢一隻？我哋一齊去片睇下啦。首先近近地，梗係去返 Coquitlam 嘅呢間 The Wine Feed。食咗幾間餐廳嘅 Happy Hour， 呢度係坐得最舒服。2024年已經加到過7一隻，2025年維持不變。最近睇過 menu 都冇變，最中意飲佢星期日嘅特價 Sangria。每日嘅 Happy Hour 都會推出一款嘅特價生蠔，產地同 size 每次都唔同。呢度嘅生蠔質素比較參差啲，不過就夠近又方便，而且坐得舒服。推介超有驚喜嘅韓式炸椰菜花。跟住呢間亦都係以前介紹過嘅酒店餐廳，喺北溫嘅 Seaside Provisions。通常朋友嚟溫哥華探我哋，去北溫遊覽之餘，順道嚟呢度食生蠔。位處旅遊區，上嚟試記得要訂位啊！由1蚊食到上年9月嘅個半，不過啱啱喺 website update 完，已經加到2蚊隻啦。食過幾次，多數都係 West Coast， 無論大細都好鮮甜同埋新鮮，質量真係唔錯，仲有海水味添。溫哥華食生蠔最佳季節就係踏入有 R 字嘅月份，即係每年嘅9月去到第2年嘅4月。而生蠔最肥美嘅時候呢，就係有 ER 字嘅月份，即係9月去到12月。Happy Hour 嘅 menu 都轉咗，選擇多，不過份量唔算大，但係味道真係唔錯。仲有新加嘅是日精選意粉。小食我哋推介呢款焗椰菜仔，營養豐富又香口惹味。大碟推介白酒煮青口，兩款都其貌不揚，不過一樣食到舐舐脷。最後介紹呢間係Downtown著名嘅生蠔餐廳，佢有自家製嘅養殖場，已經有超過40年歷史㗎啦。好多餐廳都有攞佢嘅生蠔，相信好多食生蠔嘅朋友都試過。以前喺Downtown返學，我都係食過1次咋，就係佢 Fanny Bay。最近終於帶楊生去試。Happy Hour 由每日嘅2點至到6點，每日有1款特價生蠔係2蚊，另外有2款係2個7毫半。原來星期一全日都係 Happy Hour。我哋當日試晒3款，真係好爽甜新鮮，仲有淡淡嘅海水味。唔好睇到細細隻㗎，隻隻都肥美飽滿㗎。正價嘅生蠔仲有好多唔同嘅選擇。試咗3款，反而 Encore 第1款最平嘅2蚊隻。自家出產的確係唔同啲，鮮甜又美味。另外推介佢嘅小食醬油烤魚膠，一碟有3小件，烤焗得非常之香脆惹味，送酒一流。因為有自家嘅養殖場，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選擇。除咗堂食，仲可以外賣㗎。最近去朋友屋企食飯，佢哋外賣咗幾款 Fanny Bay 嘅生蠔，每款都各有特色，新鮮飽滿又鮮甜，有啲仲好 creamy 㗎。3間餐廳都各有千秋，食物質素同性價比都好高。溫哥華海岸出產多達20幾種生蠔，水質優良，真係食得安心又放心。記得小心腸胃，唔好咁搏命啊！雖然生蠔嘅價錢不斷上漲， Happy Hour 都係唔錯嘅選擇。唔知大家有冇其他特價生蠔推介？歡迎留言話我知。新一年希望救生艇嘅艇友陸續收到好消息，大家都早日上岸。未訂閱嘅朋友請先撳個鐘仔。大家睇完呢條片記得俾個 like 支持下楊師奶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